色彩料理网当日为大家带来无同样的主题哦。礼拜一客家新主意，请到有名的师傅来教大家做创新的料理。2、3、4，哎呦，排队排到个后背去，你上晒。切开来，那就爆浆开来。哦，就留好了，留个爆浆啊，档口。礼拜一到礼拜四还有详情向好来变出神哦。哇！我是过了消解吧？是不是干嘛在懂事呀？我们在做菜就像是在画一幅画，作为艺术书哦。礼拜五名人大聊事，有请到客家名人向好来斗闹热。班健对白良好，有精神心。甘蔗平常是用白做。班子應外賣前才講本。good 啦哥。演了汉呢，他都来包雄哎。刚才是谁告诉我要炸开的？请大家多多支持哦！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晝就3點開始嘅色彩料理網訂來做喎，日日來做咯。带领韩国世界的好奇和热情，行上一趟探访海外客家乡亲的旅程。无强用文化的载体生活，用心讲述的都市体验。Body language 係親友善嘅國際語言，客家 language 係親善良嘅情感連結。做客他鄉，為帶你勇敢冒向全世界。大禮拜二暗晡9點，做客他鄉。徐老師，開空姐啊！你現在中國有沒有？客家人有名堂開通咧，河南堂、泉陽堂、龍獅堂有到同好。其實空定客家人全世界太前期，看客家一個小眾，用嘅老客家名人、藝人、比吧，透過同好傳出唔同嘅秘密。到禮拜五暗晡9點，客家人有名堂。
早拢6点人啦，以前都4点都开始啊。虽然沙沙的茶具要穿心望错，要拿出一个良心。呀，以前的方法都唔错啊，天气太水就会当来上到那边煮的。遐两年的天气异常哦，大摆到遐有东西魔术别水，在了魔术心的。这么年，爱脱离吃素。来保证聽咗會幫你幸福。幸福，你切得整齊咩？唔中意嗰種，會難愛情歌啊，好唔好？你就會中意聽。你有什麼權利用這種方式來讓我知道？